行政長官梁振英連同2名局長到醫院探望劉進圖，佢話劉進圖對佢嘅説話有反應。梁振英又譴責兇徒暴行。香港係一個守法同埋法治嘅社會，我哋絕對唔會容忍任何暴力嘅行為。今次兇徒嘅行兇嘅手法係有意識地殘忍嘅，因此呢，我哋高度關注呢件事，同埋呢，我哋係嚴重譴責有關嘅暴徒佢呢個暴行。我今日亦都打電話俾警務處長，要求警務處長同埋香港警隊全力緝兇，早日呢係將暴徒緝拿歸案，將佢繩之於法。負責搶救劉進圖嘅醫生話，劉進圖背部有16公分長嘅傷口，背部肌肉幾乎被切斷，胸骨受傷。院方話暫時未能夠評估刀傷會否影響佢日後行路，但相信需要一段時間先能夠康復。港島總區刑事處理警司關敬斌指出，劉進圖仍然接受治療，警方未能夠索取有關資料，未能夠知道兇徒特徵。佢呼籲如果有任何市民目擊案件發生，或者有任何消息提供，可以致電28506012同警方聯絡。明報亦懸紅100萬追緝兇徒，又透過網站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兇徒冷血暴行。明報主席張曉卿同明報嘅同事都對劉進圖同埋佢嘅家人致以最真摯嘅慰問，又祝願佢盡快康復。說在線記者李大偉報導。